对，好的。那我们河源出土的蛋的种类的话，大部分都是这种蜂窝蛋，因为我们用显微结构去分析那个蛋壳，会发现它的蛋壳结构是呈蜂窝状的，所以我们叫它蜂窝蛋。然后这个就是商齿龙的蛋窝，商齿龙蛋窝是被誉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恐龙，就是它会把那个蛋下在这种松软的细砂岩当中，就会保护它的蛋不会随便破裂。然后这个就是大小不一的恐龙蛋，就会发现大的话它的直径是20多厘米，然后小的这窝小的这枚也只有3.5厘米，对，小的这枚就是专家推测可能是畸形蛋。